咱的行政院经贸谈判团队伫台湾时间今仔日透早，甲美国是来签署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确定这对等关税是15%，而且袂阁加贴。另外，也有争取到2000多项这出口美国的产品会当免关税，也就是讲算起来，这平均的关税是有通降到12.33%。针对台美关税，咱国行政院经贸谈判团队在台湾时间2月13日，伫美国华府和美国贸易代表正式签署台美对等贸易协定。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表示，咱争取到对等关税15%，而且免读 MFN， 另外阁争取到232关税上优惠待遇，有2072项出口的产品是豁免对等关税，平均关税通降到12.33%。陈丽君指出，按照咱的工具机海淀工业产品，也有农产品，亲像毛豆、沙白鱼仔，要销往美国，拢来提升咱的国际竞争力。15不叠加 MFN 这是美国逆差国家当中最优惠的待遇。那确保我们跟日韩、欧盟站在相同的立足点。那也因为这个不叠加让我们可以来消除过去我们面对竞争对手因为洽签有 FTA 所造成的相对的劣势。另外，针对美国产品进口台湾的部分，陈丽君强调，台湾坚定徛伫确保粮食安全和军工韧性，争取重要的项目维持未降税，也是部分降税。亲像米甲米制品，也有鸡肉等关系粮食安全的项目是未调降关税。若有对美国降税的产品，主要是咱本地就近外口进口，嘛较限制的生产的，也是讲有市场互补的方向。包含稻米、米制品、牡蛎铬、鸟蛤、赤贝、大蒜、干红豆等是不降税的。牛肉是有调试期3年降到一半31项农产品维持一定的税率，还有军工韧性的中小货车及其他设备也维持一定的税率。行政院嘛表示，美国已经同意会用上紧的时间，在联邦公布刊明了后，都互对等关税生效。针对协议的结果，行政院嘛函送国会提出影响评估。总统赖清德嘛希望会当得到国会的支持，通过台美相关的贸易协议，互台湾的产业唔但愈有竞争力，嘛通对接全球供应链。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